的眼睛。 5. Nakşa Kapkara koy gözlügün. 6. 思恋。 6. Seni eslayman. 7. 月下情。 Akmı aydın keçeler. 8. 你莫不是月亮的女儿。 Ayının balısı deymu.
位领导、各位专家、各位来宾，祝大家春节好！我叫侯耀文，他叫张玉玉。今天的联欢会由我们2个人来负责主持。虎年过去，兔年来临，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。今天，首都科技界人士欢聚一堂，在这里举行新春联欢会。今天参加我们联欢会的有万里同志，有方毅同志、余秋里同志，还有周虎成同志、严济慈同志，还有周培源同志和陈锡同同志。他们向科技界的同志们祝贺新春，并和大家在一起共庆科技界的丰硕成果。几天以前，科技界的领导去看望了聂荣臻同志。聂帅高兴地问大家好，向全国科技工作者拜年。我向各位同志问好，祝同志们身心愉快，身体健康。近期请转的，我向苦追在各位同志问好，并祝他们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那个等他就好半天。好的。从11届3中全会到现在已经8年了，这8年呢，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8年，也是知识分子心情最愉快的8年，也是大家共同奋斗、报效祖国的8年。所以今天大家坐在一起，我想起了一句话。哪句话？叫“岁寒三友”。哦，是松竹梅。对，我们科技界的元老都像苍劲的青松，还有中年科学家，他们像坚韧的翠竹，他们的担子都非常重。还有科技界的后起之秀，都像争艳的红梅。哎，还有回大陆定居的台湾籍专家呢。对，好，现在我们科技之春联欢会现在开始。我们首先请迪里拜尔为大家演唱《科学的春天》。我是一只欢乐的白鸟，倦飞的歌声如云霞，彩云飞我必飞，为情帮我把春放，彩云飞我必飞，为情帮我把春放。我是一只欢乐的白鸟，歌声随着春风飘，我乘着春风展翅飞，飞遍神州把春放。我